宜兰国度，我心向往宜兰国度，无土气，无目屎，甲主应同在。我打拼追求，搁认真操练，爱侍奉，爱见证，专心完成主之意。第二，我心喜爱蒙福道路，有火条，有分条，对主三同行。我时常亲近，搁祈祷求问，爱近我爱听叹，同心倾彼此相听。第三，我心较无真理误性，无偏离，无歪扯，保守主内面。我学习圣言，搁诚实求道，诚实行道，爱敬畏，爱仰望，用心互相相顾念。第四，我心领受良善法度，无袂记，无停止，通达有智慧。我仰望恩慈，搁祈求帮赞，会食苦受安慰，真心相牵入圣国。